大家好，我係天藍，好多謝你哋撳入嚟呢條片。呢個係我全新嘅頻道解密時機嘅第一條正式影片。開呢個頻道係想同大家一齊做一件事，喺充斥住陰謀論、都市傳說同埋未解之謎嘅網絡世界裏面，我哋一齊保持住好奇，但更加要保持清醒。我會帶大家潛入最神秘嘅網絡傳說、歷史懸案同埋未來嘅預言，唔係為咗嚇你，亦唔係為咗叫你信，係為咗拆解佢哋點樣形成、點樣傳播同埋點樣影響緊我哋看待世界嘅方式。如果你都鍾意喺謎團面前先停下嚟睇真啲、問多啲，咁我哋應該都幾啱傾。一齊開始啦！喺2000年，一個自稱來自2036年嘅男人突然出現喺美國嘅網絡論壇。佢詳細描述咗時間機器嘅原理，預言咗第3次世界大戰，提到量子電腦嘅發展。但係佢聲稱自己來自一個經歷過第2次美國內戰嘅未來，而呢場內戰喺佢口中早喺2005年就爆發咗啦。究竟呢位 John Titor 係史上最詭異嘅未來穿越者，定係一場精心設計嘅世紀騙局？歡迎嚟到解密時機，我哋今日一齊拆解呢個困擾全球網民超過20年嘅時空謎團啦。John Titor 嘅故事要由2000年11月2號開始講起。當時佢喺一個叫做 Time Travel Institute 嘅科技論壇裏面突然留言，話我係來自2036年嘅時間旅行者，奉命返去1975年攞一部 IBM 5100嘅電腦。佢唔單止講咗自己嘅任務，仲詳細描述咗一部時間機器嘅點樣運作，話係用咗微型奇異物質同埋雙黑洞嘅系統。更令人心寒嘅係，佢隨手寫低咗一連串未來預言，話俾當時嘅網友知世界將會點樣運行。佢話2004年後，美國會因為總統選舉爭議爆發嚴重嘅內亂。佢預言喺2007至08年，量子電腦開始實用化。佢斷言2015年美國會陷入第2次大蕭條。佢描述2036年世界會由世界線聯合會統治。我哋就拎住 John Titor 嘅預言清單，對比下今日嘅世界，發現一個有趣嘅現象。首先，佢最驚人嘅巧合命中唔係具體嘅事件，而係概念。佢提到熵呢個實驗會導致時空移動，令到時空異常。有趣嘅係，熵嘅大型強子對撞機喺2008年啟動前後，科學界確實係有論文去推測實驗可能會產生微型嘅黑洞或者奇異物質。呢個科學嘅猜想同 John Titor 佢描述嘅時間旅行技術基礎係有啲微妙嘅相似嘅，但係佢嘅明顯失準都唔少啊，而且好具體。例如佢話2004年雅典奧運會取消，冇發生過啊。佢預測2015年美國經濟崩潰，當年嘅 GDP 其實增長咗2.9%。眾多預言裏面最曖昧嘅都算係呢個啦。佢成日講世界線會因為時間旅行分裂。呢個唔係就係而家好 hit 講緊嘅多重宇宙理論同埋量子疊加概念咩？佢似乎係將當時流行嘅科學概念包裝成未來常識。如果 Titor 唔係真嘅未來人，咁佢點樣可以講中咗熵同埋量子電腦呢啲連普通人聽都未聽過嘅關鍵字呢？我哋追查返，發現咗幾個關鍵嘅破解點。第一，
佢極可能係內部人士或者超級嘅科幻迷。John Titor 對 IBM 5100嘅電腦，佢裏面嘅編程功能係異常熟悉嘅。而喺2000年初，IBM 同埋商雖然佢哋都未上到咩頭條新聞，但已經喺學術圈同埋科技論壇裏面有討論過。第二，佢精通模糊預言心理學，佢嘅預言大部分都係有可能發生嘅大方向，例如美國會因為政治分裂呢樣嘢幾時都有潛在危機㗎啦。佢嘅內戰預言設定喺2005年，但當時又好似冇發生過，信徒就自然將呢個日期修正為2020年、2024年，永遠指向下一個可能爆發嘅危機。第三，最關鍵嘅證據，有網民逐個字對比，發現咗 John Titor 引用嘅部分物理術語同埋概念嘅描述，同90年代流行嘅科幻小說《時間旅行》同埋電影《Terminator》係有高度相似嘅。佢似乎係一個知識淵博嘅故事創作者，將前沿嘅科普、社會焦慮同埋科幻嘅幻象炒埋一碟，炒到似模似樣嘅未來報告咁樣。即使有咁多漏洞，點解全球論壇仲有成千上萬嘅人認真喺度研究緊，甚至相信 Titor 呢？我認為呢個反映咗人類更深層嘅心理。第一，係對唔確定嘅未來有集體嘅焦慮。世界越動盪，我哋就越渴望有個未來人話俾我哋知，一切都係有原因，世界會咁樣行落去嘅。呢一種確定感真係好吸引嘅。第二，係浪漫化嘅真實。一個孤獨嘅時間旅行者冒險返去過去拯救世界嘅故事，永遠都係比嗰啲科技報告啊同埋複雜嘅國際政治更有戲劇性，更加滿足到我哋對英雄敘事嘅渴望。但最重要嘅問題係，如果今日我哋再次遇到類似 Titor 呢啲預言家，應該點樣分辨呢？一個好實用嘅技巧，睇佢敢唔敢講具體、可驗證同埋有時間限制嘅細節啦。真正有信息嘅預言，應該好似天氣報告咁樣嘛。2024年7月15號下晝3點，東京灣會有6.5級嘅地震，而唔係一個星座運程咯。東方大城市可能會有動盪，大家要小心啊。Titor 嘅預言好聰明咁樣徘徊喺兩者之間。John Titor 嘅真相可能永遠都冇人100%咁樣肯定到，但呢個持續咗20幾年嘅網絡傳說，正好係一面鏡，反映出我哋對未來嘅恐懼、對故事嘅渴求，同對複雜現實嘅簡化慾望。與其等待一個未來人劇透，不如裝備下自己理性思考嘅能力先啦。下一集，你想我哋一齊破解邊一個更貼地嘅未來人傳說呢？2019年爆紅，回答上100個問題嘅豆瓣未來人 KFK， 定係預言日本311地震之後神秘消失咗嘅2075年旅行者呢？留言話俾我知。如果呢一集解密時機帶俾你有新嘅角度，記得幫手 Like、Subscribe 同埋撳個鐘仔。我係天藍，我哋喺下個謎團再見。